啊，佩轩有讲到讲，伊开始好来到台北好美容美发，拢要转到更加去做表演咯。其实因爱感觉嘛真有面，就是很有缘啦。因为呢，家师傅呢有一个股东，他也是从事拍戏这个行业，就是美容美发的股东，嘿，他也是拍戏的。哦，然后呢，有一年啦，几千人爱讲爱拜日拜六拢咧点整条远，礼拜呢拢开配音，礼拜天我都去配音。哦，有一回几千门爱讲吼，很得开新阳某某啦，你就直接就是去表演看看，就是看是要拍戏啦，还是要配音啦，很辛苦啦。因为吼，几感觉俩嘿，有时候是缘分跟机运。过了，如果你没有去做，可能就过了，这辈子可能就没有机会了。但是他觉得做技术，你基本基底打得好，很特正的，随时都可以回来。哦，等到295哦。哦，不过人家他拢会有批音咯，迄同客家天师有关。哦，那呢，有一回咧洗头，帮客人洗头。洗呢，有人去讲，裴先，有人考电书打现啊，讲吼几个客家天师腿啊。哈？我想讲，特别有天师腿考天书单爱，结果是因为吼，家师傅客家电视台刚成立，然后买了一些，就是比如说，比较优质的节目，想要配成客语，那他们想要四海大平安嘛。那安呢，就是比较卡楼上音那上卡抖，老人家声音比较多，所以他们想要找年轻一点的声音。而且有人是考天书问阿姨是讲，几搭分林呢？因车查落台北几毛的，以前还没有高铁啊，要坐日统客运要4个小时到5个小时。阿姨是讲几毛的，几上的啊，阿唔到台北啦，迄考天书搭贵啦。我一起教，我做天园的天书，搭客家天师腿。哦，就因为安尼，你睇台北的旅游机费可以来批。刚那一长串大概有了解哈。有。